差唔多到聖誕節嘅時候咧，你可以送一對聖誕耳環俾你嘅女朋友或者你個閨蜜啊咁樣嘅喎。嗱，你佢嘅設計係相當甜美㗎嚇，係一個聖誕花環嘅一個造型，上面有蝴蝶結啦，後面有一個聖誕嘅鈴鐺咁樣，由個邊邊咧就係由7粒嗰個鑽石嘅圍成嘅一對耳環，覺得其實幾趣致㗎呢個顏色又夠靚，相當有呢個節日氣氛嘅呢一對耳環啊！我哋睇佢嘅尺寸，呢個耳環咧，佢個13.8、12.9左右啦，係啦，10幾 mm 嘅一個主體直徑。咁佢呢一個係925銀雙去做托底啦。咁呢度都鑲滿咗鋯石，其實係金玉雙輝咧，閃閃靈嘅都幾靚嚇。佢個編號咧就48487嘅，價錢咧就係500蚊嘅呢一個聖誕花環嘅耳環。